西关区朝安部证实，以屏东救灾的2只国军部队发生新流感，有4个阿兵哥有测到。国防部就承讲，也4个阿兵哥如无严重，已经出院治疗。其他的阿兵哥做按如爱量体温。不过军中发生新流感，国防部本人觉得是一般的流感，处理呢唔係過生意。有本蓝绿立委批评讲，国防部太轻采耶，军中人权促进会也骂讲，冇抢顾到救灾，牺牲呢阿兵哥嘅性命。確定測到新流感嘅阿兵哥嘅部署，駐啲屏東東港太潭骨石，早上發學變異到人氣受託，所以阿兵哥只講全部低定最 MM， 因為3其實都需要阿兵哥吃到無數爽，真係有43人測到新流感。還好是說這4位 H1N1 的弟兄們，他們的症狀是屬於輕症。救濟阿兵哥正式測到新流感，國防部發現3萬1鋪，23手術躺到，國防部講冇躺講，天224周順，還發布設計軍兵測到 A 型流感，一直到24安部調查證實43人測到 H1N1，也是只韓講係強症，還好唔嚴重。當下午的時候，我們並不知道這4位已經是被昆陽實驗室診斷出來，所以到了傍晚以後，我們才知道。如果国防部太草率的话，爆发国军官兵的疫情，为国防部长陈兆民试问。国防部不要再轻忽了。H1N1 这个搞不好，如果迅速蔓延開來的話，那是一個天災耶。兩隻啲屏東救災部署總共212人，也係冇測出的計劃，半夜到阿邊個位也愛當少。打電話告訴我說，他們連上的弟兄有的生病了，那有的皮膚感染了，那他們希望說他們能夠得到一個輪休。呢位建議應該停定召開國安會議，確實防止疫情的擴散，因為喺啲救災阿邊個都往下業，為本重建呢都雪上加霜。下個新聞綜合報道。